走去找化妆师化个美美的妆。海燕呢？忙着呢。忙着呢。今天给我做个造型。你咋来了呢？没放牛放羊啊？没看出来我有变化吗？我没看出来呀。衣服有没有进新货啥的呀？不是你这你瘦这么多啊？哎呀，看出来了，让你看出来了。哎，这么看的话，你这些衣服你都能穿呐。你快告诉你用啥方法了，我也学一学。有没有点不一样的那种衣服，然后能像女王往雪地里一站？还真有啊，你还有点情况。你给我整个妆造啥的。行，今天一定要出大片儿哈。好，没问题。一定要出大片儿。冰雪女王那个状态，我平时自己在草原上我拍段子，我就整那个，就是我顺手拈来胡了一把，哎，开个美颜啥还挺好看。你老公呢？不要了。你这吓唬我呢？没进去的人天天想着往里进，进去的人总想出来。对，围城。对，围城。费这么大劲化个妆，咱必须得出片啊！冻死也得出片，一生要出片的女人。你喜欢哪种？都好像都挺好看的啊。就这个吧，这个挺好看，这个符合那个冰雪女王的气质，就它了。哇，瘦了真好，这件衣服很适合你啊。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，我敢想吗？要不是瘦了，哪有这机会？这衣服，每个女孩子都有一个这个梦啊。这更符合这个冰雪女王主题。对，这个实现你的少女梦。这个也好看啊。瘦了怎么整都好看，好像要上轿出嫁的感觉啊。嘿嘿，海燕呐，还是你掌心。化妆师海燕 ，YYDS 大美女，妙手回春。好了，美女。走了，期待等着我照片。好的。嘎嘎美。冷。哇！别忘了，赶紧脱衣服拍吧，冻死了一会儿。一生要强的女人，我不冷啊！冰雪草原，我的母亲。哇，这是后妈呀！来，等，不冷，等冷，你快点拍冷背心吗？我穿背，我不冷，拍出那种毫无畏惧的感觉。要不是瘦了，哪有这机会？这衣服也就我能穿上，看这小腰。